湾观众朋友都讲过，只要持续收听提教国际，这个礼拜新闻幕后，看我哋关注係澳洲嘅政治動態。這個禮拜主題係英國，基本嘅節目地圖，我哋嘅繞長度嘅專家係關於英國專家，同時就係譚江大學公共行政學呢王清之王教授，王教授您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事實上，我們從這個英國的脫歐公投開始，就請黃教授一步一步帶着我們來關心這個進程呢。這兩天其實這個禮拜有一些比較新的變化。我想要請教黃教授，就是我們看到6月29號，女王已經簽署了這個脫歐的法案。那在簽署法案這個動作上，我看到媒體上的分析，有人說這是一個結束，包括是紛爭的結束，因為之前大家在吵吵鬧鬧，也有可能是一個開始。表示接下來就可能要正式到協議的這個詳細的內容，我不知道這句話老師怎麼解讀。那另外一件事情，從公投結束到現在這麼長的時間，究竟英國跟歐盟為了脫歐這件事情，分別做了哪一些努力？是。您剛剛提到說，其實在這個6月份的時候，就英國通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案，就是英國脫歐法案。對，6月26是這個法案其實是去年年底的時候，這個由英國的脫歐大臣 David Davis 向議會提出。那這個法案其實它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就是因為呢，他希望把這個所有歐盟的法律在英國脫歐之後把它繼承下來。所以大概經過差不多半年，這個英國議會的包括上院和下院討論，就是討論的這個非常的這個熱烈。那最後呢，還是這個法案還是通過。那通過呢是給予這個英國政府一個權利，就是他們在這個英國脫歐之後，其實他們就可以把所有的歐盟的法律就繼承下來。那所以這個法案其實非常重要，被譽為是這個英國歷史上可以是最重要的這個法案之一。那同時它也象徵了，就是英國在3月29號之後，如果它順利脫歐之後，那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就會結束。那開始這個另外呢，它同時也象徵了一個開始。那這個開始是英國的後脫歐時代。那另外就是主持人您剛剛提到，那相信觀眾應該非常的關切，就是其實在這個去年2017年3月29號，英國中央政府這個啟動脫歐之後，那究竟這1年多發生了什麼事情？那究竟目前的最新進度是什麼？其實事實上，在這個英國正式向歐盟申請脫歐之後，他們就開始進入正式的英國和歐盟之間的協商。那這個協商可以分成2個階段。那第一個階段已經在去年年底已經順利達成。那雙方包括英國和歐盟，他們已經就3個非常重要的事項，包括這個北愛的邊境、分手費，還有雙方僑民的權益，這原則上大致也達成一個初步性的共識。那不過呢，這個初步性共識，這個在相關的細節其實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那其中剛才提到這3項重要的議題裡面，其實北愛的邊境是最困難的。那所以這個議題感覺好像就繼續這個留在接壤着愛爾蘭，是就北愛和愛爾蘭之間的邊界會不會出現一個硬邊界？那目前呢，其實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的一個這個細節上的一個共識。那另外呢，就是在這今年年初開始，那其實英國和歐盟就進入第2階段的正式的談判。那這個談判呢，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他們就會結束。那這個談判的結果呢，就會送交這個歐洲議會，還有包括這個歐盟，還有包括歐盟的會員國，還有包括英國。然後通過之後呢，明年的3月29號，英國就會正式的這個脫歐。那不過目前的情況是，這個經過特別是今年年初開始的第2階段的談判，這個歐盟的態度呢是認為這個英國好像沒有提出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案，那感覺好像只是在比較表面上的原則上面去做文章。那所以他們也希望在10月底之前，英國可以提出比較確切的、比較具體的就英國的脫歐立場，然後之後再進行協商。那比較重大的發展就是上個禮拜5，那其實英國它有提出一個叫這個英國脫歐的協議。那這個協議裡面，這個比較具體的提出這個英國脫歐之後英歐的關係究竟要怎麼樣處理。然後不過這個協議裡面呢，提到一些比較重要的，就是英國它希望能夠繼續在就貨物方面可以和歐盟成立所謂的商品的自由貿易區。那另外呢，還有在關稅領域方面，他希望繼續這個和歐盟維持這個共同關稅。就意思是說，這個表面上它名義上它是脫離了單一市場，脫離了關稅同盟，可是實質上他們還是留在裡面。好，那所以這引起非常大的這個討論。就這一點，我打斷您一下，這是所謂的挪威模式嗎？對，其實是非常類似這個挪威模式。那所以這也是在這個上個禮拜這個週末時候，就會造成了英國2位的這個重要的部長，包括脫歐部長，還有包括這個外相，哈，就分別辭職。那這就是我接着要請教老師的，因為包括在公投開始到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們在媒體上不斷聽到關於脫歐的2種路線。
所谓的硬脱欧跟软脱欧。那怎么个硬法，然后软又是怎么个软法？那是不是对两者，对英国跟对欧盟彼此会有哪一些冲击跟影响？麻烦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是，其实就英国的立场方面，就是在英国中央政府他们提出这个脱欧，这个正式提出脱欧之后，其实他们美伊政府他立场是希望这个不要继续续留在单一市场，也不要续留在关税联盟，这是这个。这所谓的硬脱欧，但是现在目前这个美伊政府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呢，居然是他希望这个名义上当然他是离开单一市场，但是呢他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包装，就是自由商品的自由贸易区，然后他是希望就继续在商品部分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单一市场。那同时他也希望这个英国继续就商品部分继续遵守欧盟的法规，那还有包括就是在关税联盟的部分，他还是希望留在欧盟的这个关税区，但是他不名词上不是用这个关税联盟。是用另外一个新的名词，那所以就是感觉好像是就换汤不换药，就感觉好像名义上是离开，但是事实上还是留下来。那所以就是变成对很多硬脱欧派的特别是英国的支持者，就他们感到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软脱欧的部分，就刚刚您说，其实软脱欧是希望就虽然离开欧盟，但是还是继续留在单一市场还有关税联盟，这个是软脱欧。那硬脱欧是连单一市场还有关税联盟都彻底离开，然后什么都不会继续再加入。这里我刚好就我个人这段时间的观察，我有一个不了解的部分要请教老师。就如同老师所讲的，一开始其实美伊政府 Theresa May 他们采取的其实是硬脱欧的这个走向。那后期我们看到，包括老师刚才讲到单一市场的问题的时候，发现包括劳斯莱斯，或是包括英国这个制造汽车的大厂 Land Rover， 他们都跳出来开始对于脱欧后他们的总部或是他们跟欧盟的这些贸易方式提出了很多他们自己的看法。那其实那样的看法，就我看来，好像已经是在对政府施压。那我想要请教，就是美伊从硬脱欧开始到现在，为了改变他自己的这个政策也好，或是为了要不能讲迎合，为了要回应这些选民的这个支持，或者选民的这些诉求也好，它变成倾向要单一市场，就倾向软脱欧，整个的转变，纯粹是经济考量吗？还是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是，其实上梅伊在这2016年他接任这个卡梅隆担任英国首相之后，其实外界就认为其实他的决策风格其实是比较务实的。那包括他在2016年这个英国脱公投之前，其实他是续留欧盟，他是希望英国是留在欧盟，所以他立场呢，其实事实上这个虽然他的口号喊的是硬脱欧，那但是他的这个立场其实相对是比较务实。那所以目前他现在推出这样的这个英国脱欧的方案，其实外界并不意外。那特别是这个刚刚提到说，这个英国一旦如果彻底脱离单一市场，其实对英国和欧盟之间贸易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他特别是就在昨天他提出的这个英国脱欧白皮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希望走的是一个比较对企业比较友善，然后同时能够保障这个英国和欧盟这大部分人这个工作，然后这个财产的一种比较务实的这个方式。所以目前呢，这个首相梅伊其实他采取的真的就比较往这所谓的软脱欧的方向前进，然后但是目前他面对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这个满足这个保守党内比较硬脱派这种犹派这个支持者的这种反对，那还有包括整个英国的议会，还有包括英国的民众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方案，所以是目前比较关键的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刚好我们谈的也是欧盟的另外一个国家，我们谈的是德国的这个梅克尔，他面临另外一个内阁的挑战，就是他的这个内政部长，用辞职来表达他不同意他的难民政策这件事情。那我想要比较一下，就梅克尔所面临在德国的这个状况，难民给德国带来的，包括说经济上、跟政治上，还有社会不安上的一些挑战，跟现在梅伊所遭遇到，比方说，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他比较担心的是只有经济面，那事实上，究竟英国跟欧盟，如果当然这已经是事实，他们要脱欧了，在之前究竟英国受到欧盟的什么约制吗？因为我们没有很常听到说有太多欧洲的劳工来抢英国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听到太多难民对他们造成这个社会治安的冲击。那英国究竟不满欧盟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
它态度的转向上有显现出来吗？是，其实上在这个欧盟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一口气加入10个东欧国家。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就陆陆续续有一些东欧可能这个东欧国家大部分可能经济条件相对这个西欧来说相对比较不好，所以有一些这个东欧的一些这个移工陆陆续续到西欧，包括法国和英国工作。其实这也会造成，其实，在最近几年，其实英国其实他们在社会这个民间，其实他们有承受过一些就是比较多移民这个进入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在2016年这个英国脱欧公投，这其实大部分的英国选民希望离开欧盟，他们最主要原因排名第一的是移民，他们确实也是对，确实移民，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英国脱欧，可以让这个欧盟这个特别是单一市场里面这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个原则可以把它终止。那这也是英国这个首相梅伊，其实他在上礼拜5的这个英国脱欧协议里面，他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英国在正式脱离欧盟之后，人员流动会终止。然后，但是比较一个蛮耐人寻味的发展是，这个昨天这个英国政府他们新公布的这个脱欧的白皮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但书，就是说英国是不是还继续允许人员就是欧盟公民自由流动这个部分，他们还有要再进一步的这个再发表相关的白皮书。那目前他们的计划是在过渡期的期间内，其实欧盟公民他们不用签证，他们可以自由进出英国，包括观光还有短期工作。那不过我相信这个部分，其实在最近几天在英国政坛会引起很大的讨论，因为其实英国脱欧，其实很多民众关心的是，他们希望这个人员不要这个自由流动。那如果这个软脱连人员的自由流动都放宽，那想必其实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反弹。这里就很好玩，我也顺便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其实，在欧盟的原则上，当初在欧盟这个概念底下的是4大自由流动，包括说老师讲的这个人员之外，还有资金、货物跟服务。那问题是现在你英国就说我不要人员自由流动，可是我却想要你的资金跟你的这个货品可以自由流动。对。怎么讲都像在占便宜。对，其实这也是欧盟最反对，因为其实欧盟他们一开始和英国中央政府协商的时候，他们就表明欧盟的立场是希望英国不要挑3拣4，就如果你要留在单一市场，那你就必须要遵守这4大流通原则。那这个你不能好像只挑选自己对自己有利的。那如果这个规则一旦被破坏，那对欧盟的其他成员国来说，有可能就会起而效尤。那很多国家会说，好像我为什么就是必须要遵守这4个的流通原则？那所以就目前的欧盟谈判立场呢，是希望他们不要就是挑3拣4。那其实英国他们提出这个脱欧白皮书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下礼拜要进行英国和欧盟之间协商。那欧盟会不会答应？这欧盟会不会答应？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假设欧盟把它全部否决的话，那可能英国就什么都没有。再来一次，就可能之后或许可能就会变成说，这协商会变得非常困难。对，因为双方的落差是非常大。因为欧盟是希望保留这单一市场的4大流通原则，但是英国是希望只要挑其中1个或是2个。对，那这是非常的不一致。好，我们上半场先谢谢黄教授对你安详些紹介。其實哪隻變化係對前2年看到加教授有講到嘅2個重要嘅英國新政先後強勢，又對每日來講，對脱歐呢件事情來講，有哪啲衝擊？先留一下，讓住上嚟。大家過咗擺進到討論嘅現場，呢禮拜同你大家來關注係英國脱離歐盟最新的進度。就陳如老師剛才在上半場已經有提到，在過去這幾天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在梅伊政府裡面很重要的2位脱歐的這個大將，一位分別是脱歐大臣這個 David Davis， 另外一個是這個外相，就是我們講的外交部長 Boris Johnson 前後辭職。那這件事情對梅伊來講有哪一些衝擊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很快的梅伊就提了新的人，那這個接續的動作我們又怎麼解讀？是，其實上這個上個禮拜，這個英國中央政府他們發布了所謂的這個英國脫歐的這個初步的協議之後，那其實上這個在英國的保守黨黨內引起很大的反彈，因為這個梅伊提到他是採取這個軟脫歐的路線，那這個英國的這個梅伊政府裡面的他們的外相，還包括這個脫歐的
大臣，其实他们都是这个硬脱派。那所以他们在这个几经思考之后，在2天之内就陆续的辞职。那其实这个2位非常重量级的这内阁的成员，其实他们的辞职其实对梅伊政府其实威信造成非常大的打击。那所以后来这个梅伊政府他们就在补上了2位这个新的继任人选。那不过事实上，在这个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的时候，其实包括英国的前外相，还有包括这个前脱欧大臣，其实他们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初这个梅伊政府他们延揽这2位就入阁，其实有它实际上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保守党其实长期以来，其实他们都有这所谓的这个疑欧派，就硬脱和软脱的这个派系的这个对立。那所以他也希望把这个比较硬脱派的一些政治势力可以纳入他的内阁，然后可以让这个内阁可以运作的比较稳定。那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还是造成非常大的冲击。那继任的人选呢？其实上这个英国的新的这个脱欧，其实他也是属于这个硬脱欧派。那另外呢，就有一位这个新的外相，他就是软脱欧。所以这2者其实是他的立场是不太一致。那不过目前的解读是说，因为新任的英国脱欧大臣，因为他的政治资历相对的比较短浅，所以对，所以他可能他会在梅伊政府里面，他会扮演比较言听计从的角色，然后会让整个英国政府他们执行所谓脱欧计划相对是比较平顺，因为他可能会听命于这个梅伊的首相，对他的非常的纵使他是硬脱欧派，他却会听信要采取软脱欧路线梅伊的话。对，因为他的政治资历其实真的相对是比较短浅。那他的这个虽然他是硬脱的立场，那不过就目前就外界的这个观察是认为，他进入梅伊政府之后，其实他会这个非常忠心的去执行这个梅伊的这个脱欧政策。那另外一位的外相就是担任过这个卫生部长跟这个文化部长的 Jeremy Hunt。对，他本身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软脱欧，然后是跟梅伊的立场是比较符合。那这个外界也会认为说，这个因为现在时间还蛮紧迫的，就是在10月的时候就会召开欧盟的高峰会，那届时英国和欧盟就必须要达成这个脱欧的协议。所以在短短时间之内，那个对英国中央政府来说，其实最好的这个方式呢，能够尽速达成协议是比较安全、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就现在的态势来看，这2位请辞，某种程度上算不算是一种已经对梅伊的不信任，或者是说，在英国保守党里面也好，工党或是在英国国会，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信任案的投票？是，其实这可能性是有的。那不过就这个不信任投票的话，其实在保守党党内，其实他们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机制。那这个英国的就保守党他们有个叫1922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只要有48位的英国保守党的后排议员，如果他提出对梅伊的这个不信任投票的话，那他们就会举行投票，然后用这个1/2这个多数决来决定。那不过即使这个保守党举行这个对梅伊的不信任投票，这个也未必会过关，因为这个要获得1/2的后排议员的支持，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难度。那特别是刚刚提到说，因为现在时间紧迫，那保守党他们也有一种呼声是说，如果现在呢就把梅伊就换下台，那可能会对英国政坛造成不稳定。那假设又重新举行大选，最后可能获利的是工党，那所以他们会对这个部分会比较谨慎。那目前据说这个1922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目前是提到是目前还没有收到足够48票，所以这个代表说，其实梅伊目前他的政治实力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运作。那这是英国保守党党内的这个不信任投票机制。那另外一个机制呢，是在英国的下议院。那英国下议院呢，其实他们在2011年通过一个叫固定议会任期法。那这个法案也是非常在英国宪政史上是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上这个英国的议会其实是有倒阁权，但是在2011年固定议会任期法之后，其实英国的这个议会的倒阁权被拿掉了。那只有2种情况，英国下议院可以进行这不信任投票。那第一个就是如果有1/2的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如果他们这个对这个现任的首相提出不信任投票，如果通过的话，那他们才可以重新举行大选。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有2/3的下议院议员，如果提前解散议会的这个提案，然后如果通过的话，那也一样会举行这个国会的重新改选。那不过2/3和1/2这个门槛还蛮高的。那不过估计目前看这个英国下议院的这个情况，就如果要有2/3或是1/2的这种多数，其实还蛮困难的。那特别是如果是保守党，目前工党情况，其实他们这个离这个1/2其实还有很大差距。但 Jeremy Corbyn 他的态度呢？他其实应该是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对，其实目前呢，其实英国工党的这个党魁，那些他对梅伊的政策当然是非常的这个抨击。那不过就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其实工党部分其实他们对
英国要怎么脱欧，其实他们也是莫衷一是。那包括英国的工党的党魁，还有包括这个副党魁，其实他们对很多场合，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提出不一样的这种脱欧的路线。比方说，这个早期是英国的工党是希望留在这个关税联盟，然后但是呢，现在又有一种说法传说，说因为他们可能考虑是要脱离关税联盟，所以感觉好像立场有些摇摆，所以他也不太确定那究竟会要支持什么。那所以这个目前呢，其实这个英国工党其实他们也是在观望，就是究竟英国如果假设国会改选的话，当然他们会希望能够争取然后进入英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然后但是假设是工党主政的话，英国是不是还会继续软脱欧？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一个这个方向。老师刚才一直提到，现在下一个时间点的关卡就是10月中，这个协议必须要出来。那照目前的进度来看，这个跟欧盟的协议10月中我们有机会看得到吗？那如果到时候没有这份协议，那又该怎么办呢？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其实事实上目前呢是这个按照这个计划是10月欧盟会举行高峰会。那这个高峰会里面呢，他们会这个把英国和脱欧协商的结果，然后这个公布，然后但是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时间有点紧迫。那包括像英国政坛里面，好像对什么软脱或是硬脱，好像也是莫衷一是。那假设如果10月真的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可能会像去年一样，就是延长到12月，就12月的欧盟高峰会。那不过这有个风险，因为12月高峰会3月29就 deadline 了。对，所以就最后是剩下3个月，然后送交就欧盟，还有欧盟的机构，还有包括欧盟的这个会员国，还有包括英国的议会通过。那所以这3个月是时间会有点紧迫。不过根据去年的情况也是，本来是10月要达成第一阶段的协商工作，后来还是延到12月。好，那假设在这个12月之前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协议的硬脱欧。那这个硬脱欧其实对英国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所以这个可能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英国可能会向欧盟再申请，就是是不是把这个协商期再延展，就是从3月29号可能再延展可能1年或者2年。那不过这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获得欧盟所有会员国的同意。那这也有一定程度的难度。那所以英国现在就是骑虎难下，所以当前的要务呢，就是还是在10月或是12月的高峰会，先把这个英国脱欧的协商把它这个讨论出来。那要不然的话，之后会相对的困难。那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比较务实的方式，就是可能今年10月这高峰会，其实英国和欧盟他们达成一个共识。那不过这共识可能只是原则上的共识，那细部的有很多旗舰的地方，可能是留在这个过渡期再继续的讨论。那是我觉得这可能性还蛮高的。老师指的过渡期是3月29之后。对，3月29号之后，就假设今年10月，如果英国和欧盟达成协议，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协议，那这个之后呢，明年3月29号之后，一直到2020年的12月31号，这是一个过渡期。那这个过渡期之内，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就一些重要的事项再继续协商。那这个过渡期之内，这个英国还是欧盟的这个等于说是半个成员国，那包括人员流动、法规，然后预算都如常，就是跟没有退出欧盟一样。所以这个过渡期还蛮重要的。那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英国和欧盟的协商可以时间上会比较充裕一点。老师，这边我有2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我们一直谈欧盟，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整体的时候，那事实上欧盟有28个成员国，究竟28个成员国对于英国要脱离他们这件事情，就当时脱欧公投跟现在最新，因为局势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各自的态度都还一致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这个里斯本条约这个脱欧这件事情没有被执行过，也没有前例可循，那他们接下来要根据什么？我这2个问题请教老师。是，其实像这个一开始在去年3月29号，英国向欧盟提出申请脱欧，其实当时这个欧盟会员国的反应其实是非常的强烈，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感到有一点愤怒，因为觉得好像你要离开我们，所以当时他们是采取所谓的硬姿态，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跟我这个英国和欧盟分手或是协商，那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好处，所以当时是所谓的硬姿态。然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这个英国也发现，其实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国里面，其实它还是有些盟友。那包括这些成员国，他们也这个包括像法国的总统这个马克宏也有提到说，希望英国还是改变决定，还是继续留下来。那如果真留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就接纳英国。那所以现在算是释出很大的善意。那包括欧盟的这个机构的这个领导人，其实他们也对这个英国脱欧其实还是抱持比较友善的态度。那所以这个欧盟的态度呢，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是他们也希望看到是不是英国还是继续留在欧盟。其实对欧盟来说其实是比较有利。
利的。那另外提到这里斯本条约第50条，那其实这个条款呢，其实也蛮具有争议性，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执行过的条款。那具体的事项要流程怎么做，是完全没有前例可循。那所以就变成说它的解释空间或它操作空间是比较大。那根据撰写这个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这个撰写者，就是英国前驻欧盟代表，他叫做 Loker。那他提到说，他说事实上这个条约里面，其实他没有写说这个一旦这个会员国申请之后，他可不可以终止？那他认为是可以终止的。他说他希望这个英国在脱欧过程中，如果发现就是好像脱欧对英国不利，那英国希望取消脱欧，那其实这个条款是可以容许一个会员国51%投下赞成脱欧票的选民怎么交代啊？对对，不过目前的英国的民调其实也是非常的接近，因为之前投票是不到4个百分比是要脱欧是多于留欧，但是目前这个民调看起来是有些民调显示其实是留欧是占多数。民意如流水，对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尊重民意的话，其实民意是会转变的。那目前英国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是不是英国在英国和欧盟协商最终版本之后，他们必须问信于民，他必须把这个再一次第2次公投。所以目前这个呼声其实是慢慢的这个有增加的趋势。不过美意的立场是他反对公投，但是目前如果假设民意都是支持2次公投，特别是针对脱欧协议的话，那或许还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刚才老师提到，就是欧盟有一些元首对于英国脱欧的态度算友善，马克宏。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元首，这2天先到 NATO， 先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现在从布鲁塞尔到英国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那川普一开始先被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说 Boris Johnson 很适合当首相，这是有点干涉他国内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跟这个英国的关系一直是特别的，因为英美嘛，所以特别的不一样。那究竟现在这个川普跟梅伊的会面，它有什么重要性？它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又会有什么影响？是，其实事实上在英国2016年脱欧的时候，其实川普就是希望英国能够脱欧，所以当时他还就是常常喊这样的口号，然后造成这英国很大的压力。那其实事实上这一次他最近几天他访问这个英国之后，他也提出他其实很反对这个软脱欧，因为川普是希望英国如果真的要硬脱欧就硬脱欧对这个英国比较好。那这个和英国的立场就并不一致。那所以目前这个外界也是观察说，如果一旦这个英国彻底脱离欧盟之后，会不会美国变成一个机会，那可以和美国签订，就比方说自由贸易协定，那感觉好像可以弥补离开欧盟的损失。可是上这一次川普访英之后，其实他也表示，他说如果英国是软脱欧，他不会希望很尽早和英国签订所谓自由贸易协议。那如果要签的话，他也会先和欧盟签，而不是先和英国签。那等于是好像对这个英国这个软脱欧立场就直接有一个否定。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蛮值得观察的。就是其实美国川普其实他是希望英国是要这个硬脱欧，而不是软脱欧。而且英国他自己单方面期待说，好像脱欧之后可以很自由的和全世界各个重要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其实这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如果真的要洽签这种自贸协议，其实这个当事国其实也会考量这个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现在目前感觉全世界这种保护主义的这种风潮像这个漫起，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有自己的考量，那包括英国考量，美国也有自己考量，所以我觉得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所以接下来其实球好像某种程度又回到英国自己手上。对对，你以及去看其他各国的